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全票通過，讓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輕裝上陣。國家富強穩定係百姓生活嘅保障，而呢一切都同國家安全緊密相連。作為國家領土一部分嘅香港，國家安全非常重要。為咗維護國家安全，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正式生效，清楚列明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等4大罪行嘅定義同罰則，為嘅係防範、制止同懲治少數人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從而保護多數市民，令香港恢復安全穩定。2024年3月19日，香港特區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標誌住回歸近27年後，香港順利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呢個係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嘅重大進展，補齊咗相關制度機制嘅短板，具有里程碑嘅意義。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同埋竊取國家機密嘅行為，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喺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亦都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同外國嘅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同香港國安法相輔相成，共同築起維護國家安全嘅屏障，唔只有助維護國家主權等利益，仲維持香港繁榮穩定，保障居民同投資者嘅利益，亦確保到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有效壓制外部勢力同反中亂港勢力造成破壞嘅風險。